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7月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 A 股市场全天是震荡分化，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截至收盘呢，沪指涨0.39%，深成指涨0.11%，创业板指数跌0.24%。两市成交1.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有所缩量。2516只个股上涨，2396只下跌，说明这个多空博弈比较激烈，市场缺乏明显的主线，资金在不同的板块间频繁切换，参与的投资者是越来越少，被金融消费者称之为赢了指数输了钱的一天。今天这个沪指最高是3459.59，收盘3457.75，就是这些神秘的数字给人感觉它不是一个巧合，很像是主力在控盘，在炫技。今天整个市场最亮的板块，最亮的仔依然是银行股，只要银行股一涨那基本上就是对金融消费者来说赢了指数输了钱。今天银行股大幅反弹，现在银行股的走势符合牛市的特征。什么特征？就是急跌慢涨，跌的时候很快，但是后面一直小阳线，也就是一根大阴线会被几根小阳线吞没，显示一种慢牛特征，就在等这些散户上车。只要散户不上车，它就一直涨，等到散户差不多都上车了，那就基本上开始套人行情。我们再看看这个海外的机构怎么看待胡适。瑞银说，预计 A 股下半年有望震荡后上升，外资持有占比或回到2021年高点。中国 A 股上半年以微涨收光。瑞银分析师孟磊研判，今年下半年 A 股经过短期震荡后，市场有望迎来一定的上升机会。受去年低基数效应影响，瑞银维持下半年 A 股市场沪深300盈利增长6%左右。展望下半年，孟磊称，大部分机构投资者对宏观情况较为迷茫，主要是三大主题，目前尚未有明确答案。一是中美贸易战进展未定，二是中国国内政策力度是否加大未知，三是整体经济环境也存在不确定性，包括通胀数据、房地产走势等。对于外界关心外资持有 A 股仓位的问题，孟磊表示，外资持有仓位情况没有标准答案，但通过中国央行每季度公开的境外投资者持有中资股票，可以计算出外资持股占 A 股市场自由流通市值的占比。自2021年以来，这一占比呈下滑趋势，原因包括口罩、经济形势等等。孟磊认为，如果中国经济保持逐步复苏态势，房地产触底站稳，中美贸易往好的方向谈，这一占比有望持平，甚至回到2021年高点。这个什么高盛还有什么大摩喊了半天中国资产，抄底中国资产，买中国资产，外资都是热钱流入什么中国股市、香港股市，搞了半天外资持有占比还没有回到2021年高点，这涨的什么东西？那按照瑞银这个说法，那高盛、大摩这些机构一天到晚说外资流入，那都是模拟盘。实际上外资流入到底多少咱也不知道，一会儿持续流入，一会儿还没有达到2021年的高点。但是咱们韭菜，如果你在海外投资股市，那么很有可能你该补税了。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真的，网上有传言说已有投资者完成补税。网上流传一个帖子，说的是，他说我自己查核的数字与税务机关给的比较接近，但没有交换回来那么多，我坚持最后按自己的数字缴纳。一位个人投资者在社交平台透露，他刚刚完成了境外投资收益的个税补缴，主要为美债利息收益及分红股的股息收益，并未涉及太多股票交易。这意味着，除了此前网传的买卖股票所得收益，获得境外债券利息，股息也需要补交个人所得税。不过，从该投资者晒出的纳税金额和股息、利息金额估算，税率与网传信息一致，均为20%。
据这位投资者说法，其接到了税务机关的提示信息，故主动前往如实申报。申报数据需要自行统计，与税务机关收到的境外资产信息交换数据进行对照。若两方数据差异较大，且纳税人坚持以自己统计的数字为准，则可能面临2次细节核查，应纳税额按年统计，同年盈亏相抵，不可跨年抵扣。也就是比如2025年1月1号开始算起，到2025年12月30号，这一年里面的你的盈亏可以抵掉去报税。如果你25年是巨亏，亏了100万，26年你盈利100万，你不能把这俩100万一加抵消，那是不行的。你26年你就得报你赚了100万，按赚100万去交税。能否盈亏抵扣是此前纳税人最为紧张和焦虑的问题之一。金度律师事务所税务业务合伙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税务机关通常将以财产转让所得名目对境外投资收益进行征税，但财产转让所得是按次征收。具体到波动和交易都比较频繁的股市上，很可能出现今天赚明天赔，整体亏损不少，但结果一算还要交很多的所得税情况。他表示，虽然执法者不能任意扩大执法的规则和尺度，但如何征税才能既合法又合理，很考验税务机关的智慧。不过，据记者多方了解，目前的实际执行中，按年盈亏相抵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普遍都能接受的一种统计方式。总之，炒股征税、境外投资征税，确实存在这种：第一年赚了100万，你得按赚了100万去交税；第二年你赔了100万，是你赔了不用交税，那这2年算起来你是没赚钱的，对不对？但是你税交了。根据这个网友所说，他是因为投资美债美股，按照他自己的申报交了60万元的税款，所以说得炒股、美国债券的或者海外债券的好日子来了，准备好交税。最近稳定币这个讨论比较多，但是稳定币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什么叫稳定币？各大企业为什么争相抢滩这个稳定币？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经济学家叫李道葵，他的解释，大家看视频。加密货币一直受到强监管，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国内老百姓这么多年积累的财富被这些鱼龙混杂、以假乱真的金融游戏给掏空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和国际脱轨，尤其是现在全球金融的去中心化的趋势在加强，稳定币就是这个变局的产物，相当于从传统金融通向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的一个桥梁。咱们必须强调一个观点，所有的经济、金融等等巨大的社会的一种实验或者运动，谁也事先讲不清楚它后果是怎样子的，必须抱着非常谨慎同时开放的心态去一点一点探索。我们今天布局稳定币，不是说要跟美元的稳定币竞争，而是为未来新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铺一条更好的、更宽的一条路。朋友们，最近稳定币的话题非常火呀，不少朋友们都希望我能够再详细的讲一讲。咱们香港的稳定币条例8月1号就生效了，京东是香港首批稳定币沙盒的参与者，阿里呢已经表态要申请稳定币的牌照。那为什么京东、阿里都在抢滩稳定币呢？香港不给予稳定币到底有什么深意普通人要注意什么呢？今天咱们一起分析分析。大厂抢滩稳定币，它看重的是2个特征：一呢，它价值相对稳定第二呢，跨境结算效率比较高。那咱们印象里的加密货币，像比特币它价格波动起来堪比过山车，但稳定币不同，它直接把稳定写在了名字上。那为什么稳定币能做到价值相对稳定呢？因为它跟现实世界中的资产是挂钩的，不管你的概念多复杂，技术怎么包装，核心还是看你锚定的底层资产的质量。比如说
大部分的稳定币现在目前是锚定在法定的货币啊，主要是认可度比较高的美元、港元等等，它有明确的价值尺度，有稳定的价值才能作为支付工具。如果我不高兴了，我担心你这破产了，我就按照账面价值我来兑现你的稳定币，这就是有一个退路了。但是这些还远远解释不了京东和阿里对稳定币的关注度。那么稳定币它的一个特点是在跨境支付的场景里面特别方便。以前我们在讲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说过了，全球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啊有一个国际支付清算的一个体系啊，目前最主要用的是 SWIFT 系统，这个系统是自上而下搭建的，到今天比较臃肿，一个跨境的转账流程啊，要通过汇款行、清算行、代理行、收款行啊 SWIFT 一大堆的组织，费时费力又费钱。如果用稳定币的话，很大程度上可以缩减中间的环节，支付就是几秒钟的事儿。简单的讲，如果你持有稳定币，我也持有京东的稳定币的基金，那我要跟你付钱，我们直接给京东打个招呼，把我的账户上的钱交给你，这几秒钟就可以搞定了，不经过其他的机构的这个结算了。根据国际清算银行 BIS 统计，使用稳定币等等加密货币进行跨境支付，时间效率将提高100倍以上，转账的成本则可以降低10倍以上。那么阿里和京东都是国内大型跨境电商的平台，跨境交易的规模都是1000亿美元级别的，拿下稳定币这张牌是直击他们的痛点。其实这些年互联网科技企业都在尝试向金融渗透，但传统金融方向的阻力很大，稳定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不过香港通过了稳定币条例的立法，它用意不只是跨境支付的优势。我们知道加密货币一直受到强监管，国内是不允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担心国内老百姓这么多年积累的财富被这些鱼龙混杂、以假乱真的金融游戏给掏空了这种担心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和国际脱轨，尤其是现在全球金融的去中心化的趋势在加强。我们刚刚说了，这个 SWIFT 系统就是被美国当成了金融制裁的核武器，哪天他不高兴了就不带你玩，闹得大家人心惶惶。所以大家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新的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稳定币这是这个变局的产物，它在技术上体现了去中心化，但是它锚定的资产呢，就是我们大家认定的，比如说美元国债黄金还有大家相对信任的中心化的一些资产，相当于从传统金融通向数字金融等新兴领域的一个桥梁。所以出于这些考虑香港就选择了把稳定币作为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跨境资金自由港来进行推进的一个抓手。它也是想保留一个窗口，既能够减少对传统美元的支付体系的依赖，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同时呢也拿到一张新经济的入场券。说到这儿，朋友们可能就会发疑问了，既然稳定币它有可能取代传统的美国人所控制的金融体系，它美国人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国会它为什么通过了这个法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稳定币它满足了3方的人的需求。第一方呢是华尔街的需求，有了稳定币呢，这金融交易更活跃，华尔街有了生意可以做了。第二条呢，它满足了美国财政部包括美国国会议员的需求，因为美国的稳定币的基金它的基础呢必须是国债，国债的需求就会上升。第三它满足了像沃尔玛这种企业的交易的需求，因为沃尔玛这种企业长期有个痛点，消费者用信用卡购物，一刷卡人走了，沃尔玛必须就每一笔交易付相当高的交易费用给信用卡公司。有了稳定币就简单了，每一个消费者开一个稳定币基金，沃尔玛也开一个稳定币基金的账户，搞一个机构从消费者的账户上往沃尔玛上一划了就完了。所以沃尔玛就从被动的交易费用这一方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信用卡的经营的一个中心了。所以这个道理一摆你明白了，3方利益都在里面，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他率先要搞稳定币的基本道理。说到这儿咱必须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今天布局稳定币不是说要跟美元的稳定币竞争，而是为未来新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铺一条更好的、更宽的一条路。所有的经济、金融等等巨大的社会的一种实验或者运动，谁也事先讲不清楚它后果是怎样子的，必须抱着非常谨慎同时开放的心态去一点一点探索。所以我想香港它出了这个稳定币的管理条例非常对第一不掉队，我要跟上你；第二呢，我保持开放谨慎的心态，我也走一步看一步这个方向是非常对的。京东等等的公司赶紧去开这个稳定币基金也是非常对的，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一个实验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朋友们有什么评论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在评论区中提出。说来说去，这个稳定币还是一种加密货币虚拟货币。
咱们内地人参与，那还有法律障碍。我记得在国内是违法的。我觉得稳定币的事情可以采取叫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看胡锡进老师，这胡锡进老师今天跟新华字典较上劲了。这个新华字典他在解释这个累字的时候，累字有几种读音，有今天真累，还有一个累赘。他在造句的时候，新华字典造句一个叫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不知道被什么学究或者是好事的人把它翻出来了，在网上大肆宣扬和讨论，认为这个新华字典公开仇视儿童，说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影响不好，导向不好，传递了不正确的价值观。胡锡进老师评价，他说新华字典对累字这个举例确实容易引起争议，不妥，建议下一版换一个。但是动辄扣公开仇视儿童的帽子，还质问我们的文科教育这是怎么了？这种上纲上线的风气不好，不应提倡，请不要把我们的社会气氛朝着如此严厉的方向推。新华字典编辑理应更严谨，希望今后多从互联网的要求和敏感方向做些考量，避免出现争议。这个说来说去就是一群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吃饱了饭撑着的人，鸡蛋里挑骨头啊。这个新华字典它造句说孩子小成了累赘，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确实有种这个鸡蛋里挑骨头，这个上纲上线的意思。不能怪胡锡进老师批评，总有人喜欢这种过度解读，喜欢这种标准答案、统一答案，这个答案都要固定。这文科，这尤其文学，它要求一种思想、一种解释，统一口径，这个都是一种扼杀。连你遣词造句都有人抓你的毛病，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这就是病态。按这个搞法，那新华字典里面就是咱们使用的汉字，那个不好的词的应该给它去掉，直接把那字就消灭，不准用不就完了吗？有很多字那肯定意义不好，它本身就存在。那如果说你要用了这个字，那本身就是你可以说它价值观不正确，进而对文化进行阉割，这个能要那个不能要。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一篇报道，这才叫啼笑皆非，让人不可思议。什么不可思议？说有个作家做自己的文章阅读题却做错了，就问你服不服？这个中国新闻周刊说，近日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二语文期末考试试题。他觉得挺好的，他自己发表的文章被上海的虹口区初二的语文期末考试试题考阅读理解，就是他的一篇文章，他发表的。他就好奇，他也跑去做一下，看这个阅读理解难不难。结果很遗憾，他做自己的文章阅读理解却错了。也就是你自己写的文章你不一定懂，你对你自己的写的文章的理解不一定对。6月30日，记者了解到，这位网友是来自陕西西安的青年作家王同乐。他告诉记者啊，试题中的一道选择题自己做错了，另外3道偏主观的题自己也答得不够全面。就是阅读理解一共跟他文章相关的就4道题，第1道题就直接错了，后面3道反正他也没答全，多选题。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则表示，会跟相关的负责部门进行反馈和沟通。我的文章被出成阅读题目，而我并不会做。近日，青年作家王腾乐发帖称，2023年自己发表在中学生百科上的一篇文章叫《蓝气球和甜月亮》，被选为上海市虹口区初二语文期末考试试题。看了一下题目，感觉都好难，出题老师的理解太深入了。他说有一道题选择题，他说他看上去第一眼就把那个 C 给排除了，这就 C 就不对，结果答案偏偏就是 C。王同乐告诉山游新闻记者，这4道题中他的选择题做错了，剩下3道偏主观的题答的都不太全面。其实我从小语文阅读理解并不太好，而且我一直感觉应试阅读与写作是2码事。我和朋友还讨论了一下，都很纠结这些题目。如果我去答题的话，应该不比大多数考生考得好。至于他的题是什么，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找着看，咱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你是作家，你写的文章，你的理解不一定对。其实这个现象，我在
很久以前咱就说过了，就我拿莫言举例子，不是网上有一个正能量吗？告莫言，但莫言的那个叫丰乳飞腾，说他美化侵略者，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人家去法院起诉，你说莫言叫百口莫辩。莫言说我的作品哪有美化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啊？这不行，你自己说了没用，得打官司，得法官说了算。就你对你的作品没有解释权，这就是上纲上线，后面再往前一步就是文字狱。你有著作权，但是你没有解释权，连新华字典都逃脱不了这个命运，对吧？都是受害者啊！所以此风一开都要遭殃，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